基斯坦卡拉奇中国总领馆遭袭，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中国总领事馆遭遇枪手袭击，2名当地警员丧生，3名袭击者被击毙。目击者称，总领馆所在的克里夫敦区传出枪声，3名全副武装、身绑炸弹的袭击者途进入领馆，但被烧港保安人员阻止。支持东突厥斯坦游行，土耳其博卢市举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示威游行活动。人权和自由人道主义援助协会、博卢以及一些民间组织的支持下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。人们聚集在博卢市民主广场，高举土耳其和东突厥斯坦国旗，举行示威活动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。两国士兵之间发生冲突。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詹姆斯·杰弗利说，美国和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叙利亚进入冲突。美国代表杰弗利说，我们邀请俄罗斯敦促伊朗从叙利亚撤军。华盛顿邮报指责特朗普。华盛顿邮报批评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对沙特记者卡舒吉的野蛮谋杀缺乏回应。文章称，赞美特朗普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他，表现出一大笔钱，并说你想杀死一个惹你生气的记者，他的脸转向另一边。法国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油价上涨。为了抗议燃油税上涨，数十万法国民众身穿黄色马甲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。抗议游行已进入第7天，并引起了部分示威者和警方的冲突。位于印度洋的法属留尼汪岛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发生暴力事件，安全部队和活动人士之间的冲突造成约30人受伤，109人被拘留。